最近電視上多了一類廣告 ，MMM（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聲稱能抗衰老，真的嗎？有一個叫希弗力的科學家做了一個很出名的實驗，他把一些健康的細胞放入培養液，培養液營養豐富，細胞於是一分為二，不停地一分為二，可是細胞慢慢衰老。當一分為二44次後，細胞死亡。為什麼在營養豐富的環境下，細胞會死去？原來每一次細胞一分為二，細胞必須複製整套的遺傳物質，叫 DNA（Deoxyribose Nucleic Acid） 去氧核糖核酸。具體上有一個酵素 DNA polymerase 聚合酶會貼在 DNA 從一頭滑去另一頭，一面移動，一面複製 DNA 就像一個油漆像騎在水管上，一面游一面向後移動。可是當油漆像退到水管盡頭，再退便會跌出，油漆像錯着的一段水管便游不到，即是最後一小段 DNA 便複製不到。不過幸好 DNA 盡頭叫 telomere， 終端是一段沒有遺傳信息的 DNA， 不過複製了的 DNA 比本來的 DNA 會短一絲，這沒有大問題，因為只是短了一小段混有遺傳信息的終端。可是當細胞不停地一分為二，不停複製 DNA 便會越來越短，不只失去終端，更失去少少重要的 DNA， 細胞便衰老。所以細胞必須維持一段沒有意義的終端。這一個保持終端的酵素叫 HTERT（Hu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這一環節需要 MMM， 但原來煙酸 Nicotinic Acid 也會被轉為 NAD， 後者做出 HTERT， 這便有趣了。因為市面的 MMM 售價接近1400元一瓶，而 Nicotinic Acid 或聚氯煙酸 Inositol Hexanicotinate 的售價只是140元，1/10，即是買一瓶 MMM 等於可以買10瓶聚氯煙酸。加上聚氯煙酸可以降壞膽固醇，提升好膽固醇，而過血管又平又靚，你會買 MMM 嗎？